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今天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新闻呢，就是国家关于做好明年经济工作，扩大国内需求，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稳住楼市股市。这个是新华社发的一个通稿，那就是周末开的会，是这么说的他说会议强调，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以这个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什么什么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扩大国内需求，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稳住楼市股市，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和外部冲击，稳定预期，激发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社会和谐稳定，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为实现“15”计划良好开局打牢基础。这字儿不多大家应该还有印象，我在昨天或者前天的节目说了，我说大会他提到的房地产和股市不会超过20个字，这次通稿出来只有6个字，叫稳住楼市股市。这个应该是在预期之中没有超预期从9月份开始，那就是稳住楼市股市是稳住楼市股市。那怎么叫稳住呢？没有说要炒，也没有说要暴涨，也没有说涨，它叫稳住。但是有人把它看成要炒股了，或者要炒房子，房价要涨，股市要涨，这个恐怕都是个人一厢情愿，甚至可以理解成防止暴涨暴跌，也叫稳住。这里面还有一句话值得注意，叫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这个预示着明年恐怕就要实施这个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也是咱们14年以来首次调整货币政策立场，意味着要加大刺激措施的力度。所以这个也被很多这个海外的机构把它读成一个利好。所以今天这个公报一出，港股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股票和尾盘都涨了很多。但是这个港股它的上涨恐怕没有持续性，也就是这么冲一下。在很多网友看来这个也谈不上什么利好，每年都要把经济搞好，都是稳中向好，都是要积极的谋篇布局没有例外，年年都是这个基调。相反很多人认为为了把经济搞好，就把付鹏高尚文这样的人的言论给他封杀，对吧？来稳住股市，稳住楼市，这个有什么用呢？如果这么稳的话，那反而说明信心就这么2个人说一说自己的这个理解见解，就能影响这个经济，那不正说明这个经济比较脆弱吗？所以我认为如果要稳经济，要发展经济，反而应该放开言论容许付鹏、高尚文这样的人说一说不同的意见，对吧？这一个稳字，大家自己好好去琢磨。当然了，具体的我们还是要看他明年他的一些政策调整的细节。说到这里我还不得不把这个吴晓球他的一个视频，就是最近的一个讲话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毕竟吴晓球还没有被封杀，大家看视频我相对比较谨慎我没有那么乐观因为光靠政策的调整去让中国经济要恢复信心、恢复活力和竞争力还是不太容易，还是比较困难的。经济的信心和竞争力、活力来自于法治，来自于制度，来自于完善的制度、稳定的制度不过主要来自于频繁调整的政策。政策是逆周期调节，它只能解决短期的问题、微观的小问题，它不能解决基本面的问题。我们必须解决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这个应该要充分认识到制度和政策作用的差异制度的作用当然大大的超过政策的作用，我们要意识到这样一个工作的重心为什么这个视频前2天放过了，我再放一次呢？实际上很多时候道理就这么简单，把经济搞好，前提是法治。对，吴晓球说得很明白，靠这个经济刺激政策，靠这些调控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还是要法治，依法治国，稳定人心稳住人心。人家一说话就把人家封起来了，那这个能稳住人心吗？发口罩、眼镜、发眼罩解决不了问题。但是你不能不承认这个支持的这个积极政策它对楼市、它对股市肯定是有影响，对吧？阶段性的会产生比较大的一个作用，但是持续性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总之是自己对自己的钱负责这里面要讲个小故事供大家一乐。说有个小区有只狗被车撞了，
腿给撞断了。结果这个狗啊就一直在哀嚎啊，叫的这个小区里面人烦的不行，无法入睡啊。这狗就发出凄惨的叫声。后来来了一个大夫，这个大夫啊来给狗治病，结果大家发现这个大夫啊居然把狗的嘴给它缝起来了，没有缝狗的腿。大家就问他，这狗明明是腿撞断了，你缝它嘴干什么呢？这大夫就说了，说你为什么睡不着啊？那还不是因为这狗在这叫吗？一声声的凄惨的叫，搞得大家心神不宁，睡不着。那怎么样让狗不叫呢？是不是把这个杂音要去掉？不让狗叫，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把它嘴缝上，而不是去治它的腿，对吧？最有效，简单粗暴。所以群众啊，也就是小区的居民啊，纷纷叫好，果然是高手啊，医术高明。把这狗嘴缝上之后啊，这狗果然没有办法发出哀嚎声，小区里面顿时啊陷入了宁静之中啊，恢复宁静，很祥和。今天我看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新闻呢，就是周润发在卖房子，说12月9号。香港豪宅市场再掀波澜，继金像影帝张家辉降价出售豪宅后，周润发亦加入降价行列。据报道，周润发将其持有的山顶阳光花园别墅降价2500万港元，降幅达 11.4%， 现在以 1.95亿港元的价格放售，每平方英尺价格超过 7.65万港元。此次降价出售的别墅单价甚至低于尖沙咀九龙站凯旋门复式单位的售价。周润发持有该物业已超过14年，是其名下最贵重的物业之一。富人啊降价卖房，这个就是一个信号。多了不说了，周润发缺钱吗？他是要投资还是干什么？那他为什么要卖这个房子？大家知道啊，这动不动就一卖就1-2个亿，那他要这1-2个亿现金干什么呢？他还得面临理财的问题，这钱要往哪投，对吧？他存公行吗？存银行，所以他还是面临一个理财啊，就是钱拿着干什么？所以合理的解释，那就是他不看好这个楼市了，甚至啊对香港也有怀疑。也就是他如果把这钱到日本去，到新加坡或者到美国去买房，到英国、澳大利亚，这个大家就心里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新黄河报道啊，他说端口费涨价引争议，超40家青岛房产中介抵制58同城。在楼市持续低迷的当下，不堪重负的地产中介选择抱团对抗流量平台。12月3日，一则青岛房产经纪同业联盟致58同城的联名信火爆全网，因不满58同城及安居客等平台端口服务费集体涨价，同时对58同城公司存在向自有经济品牌诺家、安格家等门店倾斜流量的做法提出抗议。岛城超40家房产中介公司联合发文表示，停止与58同城的合作，停止采购其旗下任何房产网络端口，直到同业联盟的诉求得到有效解决。在平台流量转化率日趋低下的背景下，这次青岛中介集体抵制，无疑是对此前靠平台生存模式的一次反思和挑战。也就是房地产低迷导致这些依附在房地产这个行业上的这些牛鬼蛇神啊，互相撕咬起来。无论是58同城还是这些中介，本质上啊没有什么好东西。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纳闷啊？我以租房为例啊，作为房东，你在网上发一个信息，说来找你的一定不是租客，反而是中介。租房的也一样，你在网上发一个租房信息、求租信息，来找你的肯定不是房东，反而是中介。为什么呢？就在信息这么发达的今天，互联网这么发达，居然房东和这个租客之间没有办法直接见面，这个就是拜平台所赐。这些互联网企业助纣为虐，垄断信息，所以这些平台和中介之间啊，属于狗咬狗一嘴毛。平台帮助这些中介垄断租房、卖房这些生意、这些业务、这些信息。那这些中介呢，你记得给这些平台付钱，拿钱去换流量，这个生意就这么肮脏。现在狗咬狗，分赃不均嘛。因为这个中介他现在通过平台过来的流量，他已经没有办法维持生计，希望这个平台端口费下降。平台说我这流量也要花钱，凭什么给你降价？所以这个随着房地产的低迷，依附在房地产行业上的这些藏污纳垢之所最终也难以为继。你说说，房东想把房子租出去，租客想租到房子，现在甚至大量的房子是空置的，但是租客想租房一定还要给这个中介公司付很多中介费，这是为什么呢？非得让中介公司从中吃一道。我们再看条新闻，这是浙江金市报道说这个过气网红城市杭州中心回迁房业主想卖10多万一平，这个房子开窗就是西湖。中介说
资源稀缺，8万一平很诚心。武林广场是杭州人公认的市中心，最近这个黄金地段的回迁安置房项目白景人家迎来交付。记者了解到，从11月起，这一地段绝佳高楼层能直面西湖的市中心回迁房项目业主们已经陆续收房，总建面积1.7万平米，总户数361户，户型面积60平到122平，其中85平和95平最多。有业主表示说挂10万元每平米以上应该卖得掉，而中介给出的看法是8万元每平米比较诚心。值得喝多少酒才会这样呢？就因为能看见西湖，觉得卖10万一平米以上，它是回迁房中介说8万一平米，就为了看西湖一眼是吗？这个就说明杭州的楼市泡沫还是比较大。中国在沿海很多城市推开窗户就能看见大海，那房价都已经掉成什么样了？海景房看一看，对吧？现在是什么个格局？你这个湖景房远远的看过去，看到西湖一个角就要卖8万一平米，说明这个水分还是非常大。最后我们再看一看这个解放日报看到一篇文章，叫年轻人上海买房砍价有多猛。因为我们每天都看到媒体报道，都是上海的豪宅日光盘，对吧？5000万一套的，一天就卖完了。我们看看解放日报他是怎么报道的，上海普通人他怎么买房。他说花了2个月看过近20套房子后，我用光全部积蓄，在上海买了一套2手房，这是我人生中第一套房子，距离梧桐区1条马路远，建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间楼层，面积不大也不小，足够承载我一个人生活。说房子这个话题在上海这座城市，尤其在像我这样的沪漂青年中，时常占据 C 位。它是我们可以消费的最大商品之一，是个人生活变迁的见证，也是关于理想、关于未来被明码标价、需求和选择。他说今年年初我想的还是怎么说服房东降低租金，续签已经住了2年的静安寺街道的一居室，但不断放宽的限购政策刺激着我产生买房的念头。他说作为在上海工作10年的单身汉，我迈入了购房门槛，但不符合需求，外环外通勤距离实在太远，于是按兵不动，但心里已起了波澜。他说坊间传言四起，房价进入下行通道，限购一定还会放宽，我和朋友都确信只是时间问题。他说2021年上海楼市最火热，房价蹭蹭往上涨的时候，我在中介怂恿下，甚至想通过假结婚来获得购房资格，考虑到难以预料的法律风险，是最终作罢。他说那一年在上海拥有一套房子的欲望和焦虑达到顶点，几乎所有生意都在看涨，再不买恐怕老婆小都要高攀不起了。他说焦虑背后，一个年轻人相信努力就能获得回报的信念也被沉重打击。他说转机总会出现，从2023年开始，房价大变天，一路跌回了2019年的水平，同时政策发力持续释放利好，刚需青年重拾购房目标。这个上海的房子这解放日报报道，他说2023年开始，上海的房价跌回了2019年的水平。今年5月27号，新的沪9条出台，其中明确非户籍单身人士购房区域扩大至外环内2手住房。他说就这样，我拥有了上海区崇明外所有区域的2手房购房资格。他说如果说这给了我购房上车的一颗种子，那么驶向目标的最关键油门就是来自于更利好的政策以及不断降价的房价。9月29日深夜，沪7条发布，带来降首付、降利率的重磅消息。然后这个人就决定买房。所谓的房地产寒冬，恰恰是刚需购房者的暖春，那个被打击的信念重新构建。他说进入实施阶段，买房这件事才变得非常复杂困难起来。他说尤其看了社交平台的分享和攻略，处处是坑，越看越难，不知是算法作怪还是流量搞鬼，所以不看也罢，不如多问问有经验的朋友。买房第一步，预算定个数，结合2021年那次冲动，父母支持力度和个人积蓄，框定了初步预算。事实证明太想当然，后来根据看房情况进行了调整。说今年的国庆假期我在看房中度过，有的房子图片和实际状况严重不符，有的房子小区环境不尽人意，有的房子合心意但溢价空间很小，也遇到过状况和价格都不错的房子，房东却犹豫了想加价，于是中介口中占主导权的买家实际上并没有太多选择，只能调整心态。说不上具体的原因，他说我放缓了看房的节奏，屏蔽了几个热情的中介，朋友打过预防针，
千万警惕中介的话术，不要轻易下定。确实这件事很大，不能轻易做决定。转折再次出现，说朋友推荐了相识的一个中介，从大企业出来单干，佣金更低，脾性也相投。在他居间介绍下，实地看过一次房子，跟房东见面聊过一次，我就付了定金。做出这个决定比家人和朋友预期快很多。我说啊，买房这件事说到底也只是一个消费行为，既然决定要买，遇到合适的商品还犹豫什么呢？对没有经验的刚需购房者，中介的作用非常重要，他们是市场中最敏锐的、最活跃的因子，也是隐形的推手。随着越来越多的单身人士加入刚需行列，学区作为房产的重要附加值正在逐渐消解，而且年轻人更会砍价。在这几个月接触到的年轻购房者，通常更狠的砍价，也会更挑剔。现在市场环境下，我通常会站在买家这边，但有时谈判差价只剩1-2万了，已经很划算，可以买了，一些年轻人就会咬死不放。为了促成交易，这个中介说啊，只能给出佣金优惠，买家才同意下定。这个买房子、租房子都一样，要学会谈判。说如今的议价权的确回到了购房者这一边。同样在上个月买房的朋友，找出了装修、折损等各种理由，最后怒砍22万，大获成功，太满意了。说买下房子还只是个开始，多数买二手房的年轻人都会选择重新装修，这又是一件重要又困难的事。这里面还提到一个叫小吴的年轻夫妇啊，今年3月在上海买了一套2居室，拎包入住，5月她怀孕了，及时买好房子。虽然背上了贷款和债务，花钱不能像之前那样肆意，一些可有可无的开支变得精打细算起来，但她觉得压力还好。她说只要我们2个人不失业，生活水平还是可以维护的，可以保持原来的生活水平啊。问题就在这只要上面啊，就你这个前提条件不一定能达得到啊。有一个人失业怎么办？极端情况下2个人失业，岁月静好的局面就没有了。2个人保持不失业才能维持这个生活水平，那你说他这个实际上风险很高啊。他说像他们一样，原本连老破小都买不起的，现在或许勉强能上车的年轻人，买房之后生活也会因此改变。最显而易见的，年轻人和这座大城市有了更深的羁绊。小吴夫妇等着居转户，他们的孩子就是新上海人，让孩子生活在我们奋斗过的城市，有一种稳稳的幸福感。至于房价涨跌，对于我们这批才上车的刚需购房者来说，似乎不太在意。买了之后我就不关注房价了。确实是这样啊，如果你是刚需房，你有钱，一般的买了房之后不会再去打听那房子值多少钱，反正你也不卖，那最后那个房价涨跌都是纸面财富啊。这里面啊，作为这个韭菜买房啊，你要学一学低保老人，学一学普京啊，要会谈判。首先啊，你要跟中介搞好关系，拉拢中介，对吧？动之以情啊，晓之以理，让他帮你跟这个房东砍价，砍到极致，房东同意了，这个时候你就要跟房东联手，再跟中介砍价，佣金、中介费必须得让。这个啊是做生意的诀窍，特朗普就最会这么干，就是眼看这个事情成了，他突然会加价，就在签字的那一刻，他又提出新的要求。这个实际上你完全可以借鉴，因为你是买家，你拿着钱，现在是买方市场，拿钱的说了算，所以你就在马上成交的那一刻，一刀砍向中介，绝大部分中介都会就范。这个啊，可以说屡试不爽，谁用谁知道。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